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今年寒冷的第二波寒流将到位，愈暗是愈冷。早暗6点外，宜兰的太平山就开始落雪啊。阳明山伫今仔透早嘛已经开始落雪，想要上山看雪民众是真多，嘛拢会塞车路。因为这波寒流是湿湿冷冷哦，气象局是表示讲，北部跟东北部的山区今仔嘛拢有机会会落雪，嘛爱提醒民众这几天就爱穿好些。伫宜兰太平山的翠峰山屋，吹即暗6点外开始落雪。这场雪也是太平山伫冷了3年了第一场雪，真侪游客拢欢喜甲走出来看雪，讲运气真好。寒流来，全台湾是愈寒愈冷。中央气象局初8透早所发布的低温特报，有17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算是正冷的天气。平地温度可能有到-6度以下。这边寒流是湿冷。台北的草山雨不止啊大，因为气象局讲草山可能会落雪，真侪民众走去伫山顶等。有啊，很期待，就是有电毯啊，然后就是有那个暖气啊。是麻油鸡。哦，麻油鸡你们先装好就对了。透早1点外，大屯山开始落雪，雪中也已经有人蹲一个雪人。这些积雪大概都有5到10公分厚了，所以这个雪况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另外，桃园小有内的天空报道，吹即暗也传讲落雪。气象局长陈明典也伫咧 FB 分享信息，要国界讲愈看愈无成。桃园市风管处也讲，确实毋是雪。另外，惊讲路面结冰会造成意外，草山山区会看进行做3阶段的交通管制。车若经过落雪路段，恁也一定要加挂雪链。记者综合报道。昨一天哦，为透早到暗时，温度是一卡滚啊，就降真济。今仔个明仔载会愈冷哦。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五股，只有4.7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基隆、北海岸阁有大台北地区拢会落雨，部分的所在会落大雨。气象局早起哦，针对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宜兰发布大雨特报。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五股4.7度，这嘛是日当哦上低温的记录。气象局伫今仔早起哦嘛继续来发布低温特报，有真侪关区温度可能拢无到6度。这2天哦是拢真冷，寒流爱到后日才会慢慢来减弱。再来看元旦迄阵的寒流已经造成真侪鱼仔拢寒死，伫嘉义的义地，阁有真侪蚊仔哦。面对搿一波愈较强的寒流，渔民是真烦恼真烦恼哦，所以会当收的蚵仔拢先收，嘛来做一寡准备，希望使来减少损失。温度较高的地下水放落窟仔内底，惊寒鱼仔连面挖过来。渔民讲这是窟仔下底的地下水，要让窟仔的水温降上紧。那因为水伫个土地内底吼，伊温度是较悬的，所以咱利用这个浅层地下水的部分，甲抽起来做注入在我们原本的余温里面，那可以在这一个咱寒流的里面，会当维持那个水温不至于下降得太快。勇士渔民讲，月初的寒流，家己关有一寡鱼仔去互伤着，目前也未恢复。第二波更较寒冷的寒流阁要来啊，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损失。毋但勇士渔业受影响，伫布袋当作的蚵仔笼，嘛因为东北季风带来海涌，嘛赶紧来采收蚵仔。袂好，你嘛是爱采收啊，无你袂好，吼，你即马来讲下伊，都无以后啊，采收上起码准计数好，对无？采收嘛要当轻寡分啊。斤高斤，上济811斤，有够歹啦！我著讲当者心脏咧死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内消费需求减少，政府为着避免鱼仔大出影响计数。今年就开放予渔民来收养，目前全国5800公顷的养殖面积，有1600公顷申请收养。渔民表示，政府虽然拢有呼吁爱注意御寒，但是雪落的天气若是予窟仔内底鱼仔袂较热，今年顶半年鱼仔的收成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市北区 YMCA 小水游泳池哦，伫昨下晡5点外，因为加速外漏，造成22人一氧化碳中毒，有14个囡仔、8个大人紧急送病院治疗，好佳仔拢无性命的危险。我们小孩有比较好，要加油，你要加油！我真的好想哭，我真的第一个，我好想哭。家长甲台南 YMCA 游泳池的教练，大学4年级的学生叶同学染掉的。因为叶教练第一时间发现现场的状况无啥对，赶紧疏散学员甲家长。
我看我同事已经就是有一点快没有，就是那个就是有一点回答不清楚了。台南市消防局伫昨下昼接到报案，讲台南市公园路 YMCA 地下温水游泳池出现真侪人身体无爽快，意识无啥清楚，甚至有人会吐。消防局伫现场测到一氧化碳浓度到499 ppm， 随启动大量伤病环机制抢救。我用侦测器下去侦测，当时发现一氧化碳浓度超标了，然后可能疑似可能是锅炉，那因为它是温水游泳池，所以疑似锅炉加热的时候不完全燃烧，然后产生一氧化碳。消防局甲12个囡仔、8个大人送病院，也有2个囡仔是家长家己送病院。医生讲，病人的状况拢真稳定，应勇气上诉治疗观察一案。他们应该是一氧化碳中毒，不过目前的伤势是轻微，就是病人意识清楚，呼吸状态也很稳定。YMCA 总干事陈建杰讲，意外发生了，规个会馆已经疏散，但意外原因调查清楚，修理好势了，结果看情形开放。那你们后续会怎么负责？当然是到不会确定不会再外漏，然后来修理好，然后再恢复我们的那个课程。台南市政委定也赶到现场关心慰问，因为意外涉及重大公安。台南市教育局依照游泳池管理规范，要求业者随公告停止使用并且修理。修理好了，要经过市府扩大联合稽查通过了，才能开放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伫国会临近拜登当选了后，表示讲会好好来转移政权。拜登嘛讲有开放法治的信心哦。美国国会暴动了后，嘛开始整理国会。有媒体是指出，川普亲像有使人抗议的民众，有议员就提出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要求川普爱提早落台。对国会大楼混乱了的现场，会当知影迄当阵的情形。愤怒的示威者甲警方正面冲突，总理的示威者被发声拍来。国会现场人员前来暗号。现任总统川普即马无法度大量使用 Twitter， 伫咧国会认证拜登当选了，伊发声明讲，伊有持续的转移政权，就算是伊完全无同意这边的选举结果。真侪主流媒体拢害冤代志发生的经过，川普找到中道伫咧白宫附近的兔形草坡啊，向支持者发表谈话，要让上班的民众就行向国会山庄。这场谈话被认为是引起暴动的原因。I know that everyone here will soon be marching over to the Capitol building. Today we will see whether Republicans stand strong for integrity of our elections. 离拜登20个宣誓就这无够2礼拜，国会暴力事件，和一寡国会议员希望和川普提前下台，由参议院通过对伊的弹劾，或者是用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严格拢由副总统潘斯代理。25th Amendment is a mechanism that is meant to be invoked sort of in the minute, very quickly, when for some reason the president is incapacitated. I think it's unlikely that Vice President Pence would take such a step. 总统当选人拜登宣布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由贾德兰出任，讲有信心恢复法治。You won't work for me. You are not the president or the vice president's lawyer. Your loyalty is not to me. It's to the law, the Constitution, the people of this nation, to guarantee justice. 因为国会大楼暴力事件，美国驻北爱尔兰特使莫瓦尼宣布辞职，赴国安顾问伯明也辞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虽有暴动，也毋过美国国会伫初六本地中断的联席会议继续，嘛完成总统当选人的认证。共和党针对亚利桑那州佮有宾州的投票结果表示反对哦，也毋过拢已经互国会驳回咯。根据联邦宪法，国会必须要照义务的顺序，一个一个确定各州的选举人票。机关会当伫咧过程当中，因为任何理由提出反对，这时阵联席会议暂停，参众两议个别辩论表决。反对要成立，必须要伫咧两议投票拢摕到简单多数，若无选举人票共款照算。共和党议员先针对亚利桑那州提出反对，毋过分别互参议93比6，众议303比121驳回。所落来共和党议员对宾州提出反对，嘛叫参议以92比7，众议282比13驳回。若是原本预计嘛，叫共和党提出来挑战的乔治亚州，说意外无人提出反对。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6, the nays are 93. The objection is not sustained.
Mr. President, prior to the actions and events of today, we did, but following the events of today, it appears that some senators have withdrawn their objection. 而且在这时阵，美国乔治亚州举办联邦参议员的决选，两个关键席次分别由民主党候选人华诺克甲奥索夫摕到，嘛代表民主党伫2009年以后，头一届将压迫中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优势，民主党确定完全执政。意思就是讲，要伫咧1月20上任的拜登，到时阵袂面对起国会为难的状况。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所以，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行政议会昨通过货币税条例修正草案，旧车换新车减税，中国汽车会使减5万块，机车会使减4000块，延到2026年，希望今年后半年会使来完成修法。再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健康署调查是发现讲，咱国有新的富人人欠费比例特别到2成，每5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做妈妈的人有一个欠费哦。另外，9成9有新的妇女，药酸的量拢食了无够，所以呼吁有新的妇女哦，爱加补充一寡高铁、高2倍，搁有药酸的食物。再来看中国时报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上新的自主健康管理规范，禁止自主健康管理者甲朋友做伙食饭聚会，嘛袂使做伙开会、唱 KTV、食买艺，到餐厅食饭，这拢袂使。违规上侪会使罚30万。再来看，咱国内昨是新增加3个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病例，是对美国、菲律宾、佮印尼入境。咱国内嘛佮新增加一个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哦。这款的变种病毒，伫咱台湾嘛已经有5个人获到了。国内阁新增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821例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长期伫美国工作，1月初5回国，有坐机前3天检验阴性报告，入境时通知1月初4起有3个症状，伫机场接受采检后确诊。822甲823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甲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也拢有坐机前3天内检验阴性报告，两人分别伫1月初5甲初6接受检疫期满前采检，初7确诊。那已经掌握个案同班机前后2排座位旅客共1人了。那列居家隔离，两人没有症状也没有与他人接触，故无匡列接触者。订立1名浙江台商719例，防疫期是伫防疫旅馆，和另外1名共旅馆的德国境外移入确诊者感染。经过基因数值比对，两个人病毒都同款，不过指挥中心讲，这2名确诊者互相无熟悉，动线无共，房间空调也无相通，两个人无透过环境污染接触的可能。我们也有调阅他们的监视器的画面，其实他们并没有出房门，那两岸之间呢，也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接触。现在防疫旅馆数量越来越多。那时间也已经拉得很长久哈，当然是要有一些监督的一些机制去监测他们是不是都可以做得够好。另外，为了防止英国变种病毒，指挥中心自去年12月23开始要求英国入境者一律集中检疫，并且往前20天拢总检验216人，其中791、92、93甲799例经过病毒基因数的比对，确定感染英国变种病毒。初7又增加804例，总计国内累计5个人感染变种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已经超过88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8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昨是新增加3个病例，目前是822例；中国的病例有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日本有超过26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2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巴西是超过796万例，欧洲的国家法国是超过276万例，英国嘛超过200万例。中国官方伫初六宣布增加63站的病例，51个拢伫河北省哦。官方即嘛甲石家庄列做高风险地区，城内民众是真烦恼，讲封城会愈封愈久，嘛开始去抢物资哦。市场大卖场嘛拢扫甲空。现在好多车辆都停在那个村口，不让进村。这卖肉的也关门了。
因为啊，这3天要进行核酸检测，他就关门3天。中国河北省疫情升悬，有中国网友上传就家庄的上新情形，超市内底拢是人，货架顶面的物件卖了了，民众出现抢买条，都惊封城影响生活。鸡蛋都卖完了？对，现在鸡蛋都卖完了。挺快，卖的挺快，和米是吧？就还差那么点了，面还没好。目前就家针对外高速公路禁止车进出，交通全面管制，部分客运站停开，街路拢无人，全民爱护核酸检测阴性才能出城。各中小学幼儿园也全面停课。河北省为初4开始连3天新增本土病例，中国卫健委公布，初6全中国境内新增加63例确诊，其中51例全部集中在河北省就家庄。河北省官方国罕见宣布，将就家庄、高城区、升级市高风险地区初6开始全市进行核酸检测，并并3天内普台完。截止下午5点，累计采样约200万人份，送检593757人，发现阳性样本7例。就是叫我们下楼到登记，然后做那个检测，整个做完挺快，15到20分钟。差不多。藁城区副区长、区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冯志强等3名干部，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署不到位，督促检查不力，被问责。根据央视报道，就家庄这一波新增加患者官方调查，有10人是最近捌参加过婚礼，好像是群聚传播所造成。副区长彭志强等3人因为疫情防控不力被问责，经过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方伫初6掠走53名民主派人士，引起国际批评。英国有出声，后面嘛呼吁讲要赶紧甲因放出来，嘛讲要准备对中国提出制裁。互掠走的民主派人士有的是依然交保。目前人气加价的前香港政治的秘书长黄之锋，昨嘛阁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接受审问。有电铁链靠手铐，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才来服刑。不过，因为港警初6掠53名泛民派人士，黄之锋因为参加泛民初选，阁被掠。港媒报道，这是黄之锋第一摆牵涉国安罪名，颠覆国家政权。其他被掠泛民派人士除了前立法会议员吴乐轩，原本正伫酒店检疫隔离，被掠了后已经核准保释，继续伫酒店检疫。其他拢被规暝查问。美籍人权律师关尚基切切已经先得到保释，其他人也陆续得到保释。And as we see right across the board, whether it's Xinjiang or whether it's the coronavir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lying through its teeth. We'll continue to live up to those commitments and live up to our historic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这摆港府大动作掠泛民派人士也引起国际谴责。英国外长拉布讲，这摆掠人是对香港人权甲自由这摆互人被听攻击。英国未要插香港人，后面也呼吁香港释放这被掠人，啊若无会进一步制裁。et des libertés politiques qui sont protégées par la loi fondamentale de Hong Kong et aussi pa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es obligations et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ux de la Chine. Donc nous, comme Union européenne, appelons à la libération immédiate des personnes arrêtées. 我方跟国际社会同感震惊，并谴责任何压迫民主人权的恶霸行径。侨委会也呼吁确使香港民主自由继续沦丧，佮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中国无一丝丝好处。相关方面应该谨慎，啊若无会遭受恶果。蔡英文总统也伫面切支持香港批评中国寡性加打压香港自由，呼吁全世界民主阵营的朋友斗阵来支持香港，为香港发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美国华府暴动的事件，台湾的运输部长赵小兰实质表达不满哦，伊嘛是川普政府中以实质来表达抗议的上高层的成员。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的面册，佮 Instagram 拢红色哦，并且创办人扎克伯格是讲哦，要红色川普的面册一直到伊离开白宫哦，政权和平转移为止。再来看香港警方伫拜三又搁掠走53名民主派的人士，引起世界各国的关心哦。其中香港大学的法律学者狄耀廷哦，伫昨暝半暝就已经交保放出来了。
咱再来看中科院伫昨透早伫屏东的救病基地试射飞弹成功，有风声讲是无限飞外悬天宫系列防空飞弹。嘛有专家分析讲，即届发射有可能是射程超过2000公里，会使直接攻击北京的运防飞弹。不到2秒，飞弹为屏东救病基地发射，向45度角飞去，之后消失伫云层。中科院自去年底未一展开飞弹试射，今年选定初7头一摆试射。根据发布的射击通报显示，中科院这个月有6天进行飞弹火炮试射，上弹弹道悬度是无限悬。专家研判，这摆飞弹试射可能是射程悬度70公里，天宫3种艇型防空飞弹，也是听讲真久的分风飞弹。它本身涂有这个隐形的涂料，可以飞到很远啊。当然，传说不同，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飞到2000公里啊。那北京也应该圈在这个云峰的射击范围里面。宋条文强调，天宫3种型飞弹射程范围300公里，若讲即摆作战测试顺利，代表将会进入量产，加上天宫3型飞弹量产，总计会生产2000粒。加爱国者飞弹系统，建构严密的防空网。咱国除了自制飞弹，也甲美国深化军事交流。行政院指出，蔡总统就任了后，美国在度对台军售总计187亿美金。伫国防自主、永远高教期有计135年完成66只目标，各人各做成果也陆续出来。中科院负责主要的工作，每年市商可达400亿元，可带动国内4000家整个企业发展，创造产值800亿元。中共军机继续交代，军事部亚出，这次一透早就弄入咱国防空设备区，空军2度公布管理。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专家分析，共机这摆交代应该是例行性的政府。根据统计，共机这个月已经进入咱国空协7天，空军20摆公布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一台轻航机，昨仔出去弄着山，伫暗时找到飞机的残骸，真不幸，飞机顶头的2个人拢已经过往。这台轻航机是一位姓林的教练载一个姓名的查甫学生，昨下晡2点外为高树乡起飞时间到，阁还未飞转来，无线电阁手机拢联络袂到人，机消出动40外人透明找人，昨暗10点外伫高树乡口社溪北边的山林内底找到轻航机的残骸，甲2个人的遗体，搜救人员伫透早2点外，嘛甲2个人遗体送转来。为着要争取2020东京奥运参赛的资格，奥运的羽毛球佮柔道培训队拢已经出国去参加国际比赛咯。体育署嘛表示这个选手倒来到台湾了后，买来进行居家检疫甲训练的方案。空港无人的桃园机场，羽球世界球后地主英青衫加团队成员穿红雨衫，准备坐飞机去泰国参赛。伊伫饭店隔离3天，采检阴性出关，总算初7会当离开房间去球场练球。另外，羽球一哥周天成、羽球王子王祖伟、上大的女杨王泽林，也甲团队到泰国准备参加2场公开赛甲2种总决赛。主要这4个团队都是黄金计划的一个选手，也是我目前是奥运的安全名单的一个选手，所以我们才同意他们去做参赛。其他有些选手可能因为这个不是奥运的积分，我们就没有同意他。是奥运竞技选手要拼奥运积分，奥运柔道培训队的杨永伟甲连定玲团队，也伫初3分别为台湾甲日本去卡达参加11到13的2021杜哈柔道大师赛。除了连定玲赛后，当日本配合所属队伍检疫，其他选手将带离一人7号处所，各兼顾训练。戴资颖他的团队，他是单独的一个居家检疫跟训练，在同一个地点。周天整、王子伟跟李阳、王麒麟，他们会住在防疫的旅馆，再有专车到这个场馆去做训练。国际疫情严重，防疫袂当放零。体育署讲，只有重要的奥运积分赛才会当放行。以体操为例，23月伫日本的挑战赛，因为日本疫情加重，甲教练团评估决定无出席，将拼5月底的亚锦赛。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有公司利用里长的名义，甲里民考来里长的办公室，趁机会来推销哦，推销一种消防安全的开关，一个就要7900块。有民众买了感觉方便，里长倒来到办公室，嘛发现讲伊根本无熟悉这个推销的人哦，实在是真恶质的生意人。台中市大理区李金里的办公室，消防器材公司的人先放影片，宣导使用雅素爱小心的影片，而且办抽奖活动。接落来，这人员就开始推销一个7900块的消防安全开关。里面想讲，在里长办公室进行的说明会，安尼应该当相信。落尾有5个民众买，这寡推销人员嘛随摕产品去处理到。有咱看啦，甲动咧嘛断火，大家就讲较心动安尼啦。里长后来发现起哄用假名来推销，嘛发现商品无任何的检验证明，所以阻止里面斗争，把他们阻挡住，我就喝阻他们说，你们这个东西直接去退货。不过警方接到报案，认定也无符合诈骗的条件。真实的那个公司行号的登记，所以没有诈骗的假冒的部分。不过消保官指出，消防安全开关要有票检局的相关检验合格标章，违法买的人要随落价，而且有犯商品检验法第6条，违法者限期无改正，主管机关票检局依法会当罚新台票1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款，而且会当连续处罚。商品检验法的规定下去做处分，那个行政罚款。然后对于民众受损的部分，我们民众也可以请求业者或那个他赔偿。消保官提醒民众，这款推销的方法是利用短时间以内高强度的行销话术。面对来处理买这种产品，除了要确认敢是有检验合格标章，嘛要知影这是属于仿冒产品。消费者7天内拢会当要求无条件退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岛内河尾溪有民众伫初六下晡发现溪水浓白红色，环保局接到检举哦，嘛随开始追查，嘛抓到服务兴业公司在排放废水，环保署嘛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甲因罚2000万，嘛要求爱随停工。云林县斗六市八德里的河尾溪水，伫咧初六下晡去用泥做红色的，范围有3-5公里遐长。民众发现了后，随向环保局来检举。10外的稽查人员顺水源头找到服务兴业公司，当场查到工厂当地排废水，依罪违法18(1)条、20条，处罚2000万，而且下令停工。他有发现他有2个储槽是违法的一个储槽，那废水就是从那边排放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依照水务法相关规定，那处以最高的罚金2000万，并且勒令他这个相关的一个制成的停工的部分。做旁建泥料制停的服务兴业公司表示，因为废水处理拢有线顶的监控，初六伫咧处理红色泥料的过程当中，湿度的比例有较悬，才会造成废水较红。不过其他的水温 pH 值等等的数据拢伫咧标准以内，会向环保局提出申诉。这个标准应该是有一些，他环保局有环保的人认定，像我们还会再跟他开会，就说违反涉租的标准，他要用什么样的开法？但是勒令停工或者是水污法的是81，或者是违反20，这2个我们都没有。环保局表示，这间工厂过去有2届违法排废水，叫云林县的环保局来处罚。这个稽查嘛有发现泄漏排放废水去放流池的状况，属于明显违规，已经针对放流口欠水座来进行采样，差不多要10天至14天才有结果出来，后续会进行行政定数的裁决。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人家挖出来村的人家卡拢当作粪扫弹条哦，也毋过即马关田地区、甲成功大厦、佮昆山大厦做伙研发一款设备哦，会使甲人家卡烧成炭，嘛开发出真侪产品，咱嘛做伙来了解。庙埕头前拍的是人家的壳，伫大日头下面拍5至6天，就会当送去加工，做成会当除臭味、佮吸水的人家炭。互无路用的人家壳废物变乌金。人家伊啊一个收集点，收了后，所带来阮遮拍，伊这个拍了后顺序是5日至6日就好啊。台南关田区是林角主要的产地，为着解决每一年超过1000吨废弃物林角壳问题，关田区公所辅导地方成立关田乌金合作社、林炭生活工厂，嘛拜托成功大学佮昆山大学教授研发这套设备，互林角壳变成做林角炭，佮现场介绍做炭的过程，互民众看。安尼就是差不多要灭火啊，无伊会成灰。
啊，你若急速，阮10秒钟急速灭吼，伊就成碳啦。啊，这个碳下去吼，阮会互伊水低了，阮才会像头拄安尼倒出来。啊，阮倒出来，搭去啊打包，打包就搁浸水2、3个工作天，再搁有雨开晒干。伊这吼倒出来浸水，赶起来一包车啊7公斤啦。啊，阮爱拍到剩1公斤，才是成品啦。废弃物搁再利用，笨手变乌金，研发出来的商品多元搁丰富，落实循环经济理念，互自然环境久久长长，农村产业嘛会当转型。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羊棚瓜大出，因为今年台湾的南部寒人日时甲暗时的温度是差真济，然后台南将军乡遮本地的真出名的7股羊棚瓜，今年的甜分是搁愈较悬。一刀破开，内底色水有够水，加落去甜搁香。这粒甜不不的羊棚瓜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台南将军出产的7股香羊棚瓜。羊棚瓜要求搁好食，就要种伫真暝温差差介济的所在。农民郑俊良讲，因为今年的寒人较烧热，毋过暗时要是介冷，所以今年的羊棚瓜就特别 Q。水果就是在有一个那个日夜温差的交替，它就会有一点 Q 了。它比温室里面的恒温，它就是有那个加持的作用。俗语咧讲，硬板的果子袂甜。毋过有农民会趁价小好的时阵，赶紧采收就吃，但是其实果子还袂够分。这区产的农民讲，伊的羊棚瓜好食是有撇步的，就是伊袂赶就吃，一定会坚持羊棚瓜完全熟啊，才会办落来。而且为着卖互营养分分散去，伊无求出产的数量多，逐张知影拢敢若留1、2粒，甜度就是1:1。看到市场价格好，你就要把它剪下来送出去，这个是不会好吃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坚持。咱台湾是水果王国，毋过嘛毋是万项水果来到台湾就会自然发甲暗，拢是靠农民的智慧栽培出来的。配合台湾的气候，当年的12月到过冬的4、5月，羊棚瓜是上好食的。民众若要食，就要趁一时。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学生囡仔，国教署逐冬拢会来举办全国高中学生技艺竞赛技艺竞赛，互学生一个舞台来表现。屏东的内部农工都有一个3年级学生，伊自细汉就真够做手工艺。经过学校的训练今年伊嘛伫比赛摕到第1名，嘛争取到保送学校的机会。学生囡仔真熟手咧用尖车填补啊！伊是屏东内部农工家政考3年仔的陈昂，参加109学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摕到个人金手奖手工艺类的第1名。告诉我们每个选手的强项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利用这个强项，然后再去精进拼布跟刺绣技巧，然后在一些设计感吧加在一起。就完成那个作品。因为自细汉就直接咧甲阿母甲阿嬷斗相共，做原住民的工艺品。陈昂对手工艺是真有兴趣，读内部农工1年的时阵，就互人选去培训，搁再加上比赛进前半冬，逐工拢用12点钟咧加强训练，有底气搁肯拍拼，才有法度得到全国第1的公营，也通争取到保送4级2专的机会。觉得他还蛮认真的。然后基本上他也有底子，在磨练的时候就是还蛮有毅力的，然后跟着老师的节奏，如果没有刻苦耐劳的精神是没办法来做这个工作。为着要鼓励学生磨练技术，国教署逐年拢会分工业、商业、家事、农业甲海事5大类来举办比赛，互学生一个舞台，通展现认真拍拼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今年早冬的稻仔停止阴残，甲伊大船无甲水流出来，嘛互关电的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欠水哦。为了要保护这个菱角鸟，园区内面有5个水池仔，嘛爱想办法甲水填好满，所以即马嘛考虑要来挖一个水井，抽水来使用。
关田菱角鸟的园区来自台南地检署劳动役碳水会计协助清除水中的物件。未来这个地点就是要做菱角鸟休困的所在。台南今年一期调做天冠休景，嘉南大圳无放水，让这园区面临无水通用的问题。园区也只好就保其中5个水池抽水，搁征收一个合法的水井用来抽水。那干脆我们在前面。大家所看的那个赏鸟屋后面的这些栖地，我们就把它整个全部做翻耕，然后重新整理。那我们有留园区的核心区是给那个鸟作为栖息地的，所以水蛭以及小水鸭以及其他的候鸟都是栖息在我们的2期栖地。台南市菱角鸟冬季大调查，今年有1713只，比去年少18只。除了园区外口环境无好，欠水也是造成栖地减少受影响，种种原因搁互园区真烦恼。那我们有一些它因为干掉了，就是水蛭没有地方栖息，所以我们算出来的水蛭的数量就是比往年少了18只。是园区外的环境其实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好，那也他们的生存其实还是蛮苛刻，尤其是在面临到现在的气候变迁。今年无水，伊可能来，伊会做失望的，伊就袂走讲奇怪，今年太无，嘛无法度，这是因为。旱情的关系，阮也没有地下水可以做利用，真的是没有办法。目前园区内底有菱角鸟、水鸭这成分，拢客家5个生态池，希望引导过一摆规矩。为了兼顾农民生产甲生态保育，农委会林务局为今年1月7日开始实施并规不奖生态给付，奖励农民实行友善耕作，也提悬在地居民加入友善环境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第2次世界大战，日军伫屏东的枋寮有起一个石头营，也毋过有光电业者要伫遮来开发，有文书团体就出来阻挡，因强调讲一定要来保留这块土地。行过山坡这片果子园，雄雄出现一个破破旧旧的石头墓，2个人做伙甲墓牌前的挂拍开，其实这是石头营的一个出入口。来攻击这个美军。文书林书甲议员带民众来遮搬去抗议，这位假扮美军的英国人 David， 伊住伫台东，对全世界二战危机真有兴趣。伊看过枋寮石头营了后，嘛希望政府爱保留。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his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And it's not just Europe or the Pacific, like Okinawa or Saipan, which is important. This area in Taiwan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this area should be preserved. 赶快撤支这样子赶快离开这个枋寮乡，让2战石头营能够把它保存完整。这个假墓干那会当互一个人2日去，下底的地涵因为有所在已经放弃，剩底30米。附近各有另外一座土地公庙，内底嘛藏一条通道。这里面包含了有司令部、观测所，然后还有机枪堡、炮阵地，然后还有无数个坑道。根据林显耀这4档的调查，石头营有64位军事建筑，范围真大。目前，屏东县政府的文字调查还未煞。毋但有假墓假庙，内底日军起的地涵真长嘛真深，亲像是迷宫，会当通去无共的基庆堡。我请了总督府土木科技师来设计石头营整个的规划，所以石头营你看它所有的工时设计都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好。那水土保持、水土工程都弄得非常好，公司都做得非常好，因为它不是军队设计的，所以石头营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关心文书的民众发口号，希望投资供电的业者暂停。David 嘛讲，伊想要开国际记者会，让全世界知影台湾有这么完整的2战危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哲，屏东报道。咱来看南市的野游国小，对今年9月份开始来实施民族实验教育，带学生行出教室，去海边去田林、去山林，要甲在地传统文化甲现代知识结合，让囡仔来认识家己的文化。现
现在的钓竿都有伸缩，对不对？我们以前没有。学生囡仔认真听文化老师教安怎拔鱼钓啊，这节课是海洋文化的民族课程，要让囡仔了解达有掠鱼、钓鱼的基本知识。弄好的时候，这个下面一样不变，把它勾起来。对，找个地方去把它勾起来。咱苏也有国小为今年9月开始实施民族教育，这阵学生来上课，除了学科以外，每礼拜会安排17个民族教育课程，会当学到济和达有传统文化有关系课程。真正是因为咱的课本写的拢汉人的代志嘛，你有当时你连咧写石刻，因遐就毋捌见过石刻，就看无元宵节，因就无咧办这个节日啊，因的是因家己有飞鱼季啥物货，所以咱汉人的文化对于原住民的囡仔来讲，吼是较遥远的物件。以在地传统生活节庆安排夏季活动，让学生会当对传统文化行，正做时间、空间、生活相结的民族教育模式。除了钓鱼，嘛去部落农场体验种植、采画、雕刻等等。亲像今仔日的课，教室是伫海边，要传给囡仔的是海洋民族重要的钓鱼知识。如果有鱼吃，会感觉到它会传到你的竿子哦。这里很浅。终于啊，大浪来了！也有国小的民族课程，嘛邀请在地居民、家长来担任文化老师，和文化真正做到代代传承的目标。其实我们小时候你在钓鱼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鞋子、拖鞋可以穿，我们都打赤脚。那对，慢慢走哦，走在礁石上哦，慢慢走。也有国小实施民族教育，希望文化卖断紧。但是台东县政府教育处长林正宏表示，文化传承必须要用更加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耆老的记忆就认定说啊，这就是我们部落的文化。我觉得这样子是风险蛮大的，所以我才说在文化认同这件事情上面要很审慎。特别是部落文化形塑的时候，搞不好5个耆老、6个耆老之间，他们对于传承的记忆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思维。林正宏表示，咧办民族教育学校，千万唔通伤着急。除了部落耆老的经验传承以外，嘛当透过祭典仪式、歌谣传唱、豆豆啊建立，或者是重新认捌部落文化。即阵也有国小已经行伫咧民族教育这条路，除了要互咱所的囡仔知影家己的根，嘛要建立因的自信心。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学校内底的母语课是爱安怎囡仔最有兴趣嘞？有台语老师教囡仔用3地方来学台语，学生学了真紧，嘛感觉真趣味。这班4年的学生，大家拢手提3块板，对老师先学基本步，刷落来就会念词。其实这班学生3块板才学第3节课尔，有时嘛会无细字讲着手，不过囡仔刷愈学愈感觉趣味。足趣味的，啊嘛手有当时会去讲着真头啊，会足疼的，会早早起来啊练甲，互老爸老母讲足菜，才会收起来。古做花，古做，透早转红绿色溪。生化大同国小的台语老师林国如教台语已经10几冬啊，伊会用3块板、搬戏、讲故事等等无同的方式教台语。节奏性吼，也是一个活泼性，囡仔伫学吸收较紧。你若课堂安尼当念讲吼，啊囡仔听甲拄久去。台东国小伫个较庄脚的所在，因为大多数囡仔甲阿公阿嬷住做伙，学校有7、8成的囡仔会晓讲台语，台语的环境算袂歹。学校有时安排学生体验落田种麻啊，嘛会结合台语课。透过林老师伫课程中，个来囡仔介绍讲，这麻啊伫阮生活是安怎生产的，啊，这拢是伊伫上课的时阵会使介绍互囡仔知的。啊，囡仔环境是安尼，是咱知影是一代一代一直切咧。
我一早上课，我可以当全部拢用台语讲。啊，即马呢，即马1年入来，我可能爱叫拖去。我讲的时伊听无，伊就硬去啊。林哥牛真烦恼，即马少年爸母拢袂甲囡仔讲台语，加在透过学校甲老师用心设计，生活中学台语。囡仔返去厝内会当甲阿公阿嬷加讲寡话，对双方拢是一项好代志。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台南报道。一个美国、韩国的导演的作品《Minari 芹菜》是今年金球奖甲奥斯卡上受到注意的电影哦。也毋过好莱坞的金球奖哦，说伊全片有一半的对话毋是讲英语为理由，要求这出电影袂使参选上佳影片奖，嘛引起真侪批评。 아빠는 비가든하나 만들 거야. What a wonderful day to b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If you're here with us for the first time, please stand. What a beautiful family. Glad you're here. 1980年代，一个韩国家庭想要追求因的美国梦，移民到阿肯色州帕圣郡强过生活。三代人伫千分的土地，面对千分的环境，是要安怎过生活？美国韩裔导演李艾萨克镇用真人故事改编的电影《Minari 芹菜》，电影表演甲故事拢受到肯定。去年初伫美国日舞影展得到2项大奖，但是因为电影对话大部分是讲韩国话，毋是英文，煞无法度去拼金球奖最佳影片，敢若会当参加最佳外语片的项目。 미국 애들은 할머니랑 같이 방 쓰는 거 싫어한다던데. I don't like Grandma. 쟤는 안 그래요. 한국 애니까. Grandma smells like Korea. 야, 뭐라고? 그랜마 스멜? 而且个导演亚历山卓·贡萨雷兹2006年的作品《火线高潮》，以及美国导演昆汀·塔伦提诺2009年的作品《恶棍特工》，主要语言嘛毋是英语，无来讲无影响到因提名的资格，嘛佫有得到金球奖最佳影片的肯定。所以，就有真侪好莱坞有名阿的美籍电影从业人员，就伫社群媒体发声，认为讲因受到歧视。小说拍整个韩裔美国作家李明珍就讲，伫美国除了原住民，所有人拢是伫选择也是强迫的情形来到遮。原住民语言并不是英语，甲阿裔美国人看做是外国人，实在是有隔阂。 pretty boy, pretty boy. I'm not pretty. I'm good looking.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咱来看印度新德里的高山哦，经过疫情封城了，变啊失去控制，定定冲入去人家厝来抢食物。当地政府是拍算来建立面部的辨识系统来追踪这个高山啊。另外，伫日本哦，熊嘛愈来愈多，目前是超过6000只，创下新高。 伫印度的首都新德里，路一定定看到真侪高山啊。不过，伫经过这边疫情封城，一般人较少出门，这寡高山啊就变做无果子。走入去地铁站，撞入去名体内面破坏，互人真头疼。规座城市袂输敢若是因的游乐园。这位民众因兜就互高山啊撞入去，物件也甲规死过，甲因赶颠倒，互因攻击。 They bit me here. Look. This wound was very deep, and it got infected in the following days. 为了要应付狗的问题，政府派出专人来赶。这个巡逻人员2个人一组，赶狗的方式是真特别。因伫咧模仿的是野狗的声音，因为面狗正惊野狗，听到野狗的声音就赶紧走。也佫用科技的方式，就是人面辨识，或者是应该讲是狗面辨识。 Like humans, monkeys also have unique faces. If you look at this picture, the eyes, the nose, and the facial landmark, this entire region is what is required for any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do the identification task. 目标是要建立一套 App， 互民众会当翕相了用网络传起来，互当局追踪管理。因为狗伫咧印度教内面正诚信，所以袂用甲因伤害。 伫日本北海道龙川市，一只家鸡笼自早到晚规工叫袂停，主要是要赶危险的野生熊。这几年日本人甲熊相拄的代志常常发生，民众的安全受到威胁。专家讲，熊出现袂当只干那以野生动物管理的角度来思考，牵涉到是国家深、国家快、国家的农业政策，也个国土规划问题。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再来看巴西里约的海边啊，伫顶礼拜落大雨了后，海边啊出现大量的塑胶垃圾哦，量实在是非常的多，所以民众佮环保人士看到是非常的烦恼。大大细细塑胶杆仔甲各种塑胶垃圾，得到海洋冲到岸边。详细看，内面有单条的红啊，也有囡仔耍的球、歪穿的旧铅拖，看到规个过程的环保人士也讲起。Eu fiquei meio em estado de choque, mas eu pensei rápido, caraca, é uma onda de plástico, meu. Que isso, cara? É o fim do mundo, né? Como se fosse mesmo assim uma imagem apocalíptica, né? 受到污染的是巴西里约圣孔拉杜海沙坡，普通时有真侪民众来遮耍，真正也吸引真侪观光客。不过当地媒体报道，顶礼拜六一阵大雨了，海沙坡顶头就海水带来真侪粪扫。环保人士将塑胶粪扫外面铺上帮，81遍提到世界冠军的美国冲泳选手凯利史莱特，伫咧 IG 顶头转达分享，引起大家注意。当地生物学家讲，里约唔但是粪扫污染环境，也有人直接将下水道污水排到海沙坡。Infelizmente, parcela significativa da sociedade no Rio de Janeiro não dá importância para o ambiente, tanto pelo esgoto que jorra historicamente na praia de Copacabana, como o lixo que desce da Rocinha em direção à praia de São Conrado. 环保团体统计，巴西每年蛋到海底的塑胶粪扫有32.5万吨，敢若是里约州沿岸就上百个内海受污染。问题若无改善，恐惊巴西美丽海波会予世人一个正歹印象。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今仔受到寒流影响，气象局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有真侪县市温度可能拢无到6度。今仔基隆北海岸个大台北地区拢会落雨，部分的所在会落大雨。这2天嘛拢真冷哦，寒流爱到后日才会减弱，所以大家都爱穿好些哦。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6度，上悬8度；中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2度；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15度。外岛地区上低3度，上悬1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